咁我有好多嘢要問你，你點樣去 time management 啊？How to manage your time？點樣去運用呢時間？你講好寶貴嘛？時間係錢嘛？點樣去運用呢時間？時間實際係咪錢嚟嘅？係乜嘢嚟嘅時間？邊個應我先講？係啊，我哋講時間係直咧就曲嘅，你睇球嚟話事，呢個睇球話事。OK，呢個講直嘅。Is time movement is move in circular form or time moves in a straight form？你講時間咧行直嘅，點解你倒翻轉頭嚟嘅行直嘅，行直嘅，冇得倒翻轉頭嚟。所以有人講係直，有人講係圓。時間咧係跟逐宇宙，講時間係跟逐，你邊個宇宙邊個時間？冇錯。不過今我同你講，時間咧直咧就圓嘅圈嘅，不過係揾啲人我去了解時間啦。重要嘅咧，你去了解靈魂嘅時間，你了解靈魂嘅時間，你喺呢個界線嘅時間。點樣講？時間都講得係好似一個火車路咁樣行，你行直，而且你行得彎。火車有轉一個圈翻嚟嘅冇？有行直嘅冇？有。佢咧行咧又係平行嘅。點解？你家下帶緊兩個時間，你1945年出世，1999年你離開人間，幾多歲咗？54歲。咁你離開咗人間嗰時間去邊度？係啦，你喺人間呢次嗰時間行直54年，忽然間停止嗰度喎，你靈魂離開身，去一條線，嗰條線呢個時間呢，照行冇行嗰時嘅時間照行，行到一個時間，你呢就落翻嚟，咁樣喎，落翻嚟又照行。不過係話你講投胎嘅時間呢，佢好似行一個圈咁喎，你上一個圈，忽然間冇咗，去翻一個，唔係講正式一個圈啊，講係一半嘅圈啊，一半嘅圈。忽然間停止咗，你行一半嘅圈，又兜翻起線，又行直，又兜翻一個圈上去上邊，又落翻嚟，又行直。時間啊，行一個圈，又行翻直，時間又行平行啊！咁你了解冇時間？了解冇時間？了解冇？係話你投胎嚟投胎去啊！你唔係咁樣嘅圈，你用都係得第一個圈啊！你咁樣喪，你去一個圈，你去到呢時停咗你時間，你去兜一個圈翻嚟，你哋投胎，再嚟呢次咧做人，再行一個時間，就離開嗰時，又行一個時間，又翻嚟，又行又翻嚟，你會離開又翻嚟，離開又翻嚟，一條路俾你行。